喺競爭激烈嘅中高階手機市場 ，Honor 近年嘅數字系列一直以越級挑戰著稱。咁最新推出嘅 Honor 600 Pro， 從外觀嚟睇咧，直角金屬邊框搭配橫向嘅矩形鏡頭模組，確實係與市場上面嘅 iPhone 17 Pro 咧喺外形上有幾分神似嘅。但如果你以為佢只係一個致敬嘅產品，咁就大錯特錯啦。更重要嘅係佢帶嚟一系列好用嘅 AI 功能。究竟 Honor 600 Pro 係真有實力啊，定係跟風之作呢？咁下面就同大家深入咁分析下啦。首先講講手感啦。Honor 600 Pro 咧雖然採用咗 6.57 寸嘅 mon， 但機身重量控制喺200個 gram， 厚度咧就只有 7.8 個 mm， 握感咧相當之輕身，非常之適合單手操作。雖然採用咗直角嘅邊框，但中框同前玻璃嘅銜接位咧進行咗精細嘅微弧倒角處理，所以咧單手拎住嗰陣時咧，手掌嘅虎口位咧唔會有明顯嘅割手感啦。相比市場上好多超過220 gram 嘅機嚟講咧，呢部機嘅長時間使用，手指尾係冇咁難受嘅。外形上驟眼睇咧，同 iPhone 17 Pro 咧係有啲似嘅，但細節上咧絕對有巨大嘅差距。咁我手上面呢部係白色啦，採用霧面嘅磨砂玻璃，咁觸感咧好細膩同埋順滑，而且咧非常之係抗指紋嘅。咁鏡頭嘅排位咧同埋呢個裝飾紋理咧都好有心思。官方數據峰值嘅亮度咧可以高達8000個 nits， 咁數據上真係好驚人。而事實上喺戶外大太陽底下咧 ，mon 嘅內容依然可以清晰可見，唔似好多手機咁樣咧需要用手擋住太陽先睇得到嘅。咁雖然好少日常場景可以需要用到8000 nits 咁大啦，但即使係平時用嚟睇 HDR 片嘅時候，嗰啲高光爆發咧都係好震撼嘅。AI 創新功能喺 Honor 600 Pro 係真正嘅靈魂所在。Honor 咧將生成式 AI 深度咁整合咗系統入邊，體驗甚至超越咗好多價格高出唔少嘅旗艦手機。咁 AI 圖轉影片 2.0 咧，更加係我目前試過最好玩嘅 AI 功能啦。上代生成式影片咧好似開盲盒咁，AI 想俾咩你就俾咩你嘅。而嚟到 2.0 就完全唔同啦，你最多可以放3張圖片俾 AI 做參考。同時咧，你仲可以輸入一句提示詞，咁令 AI 根據你嘅要求去發展嘅。好似我呢度，我就高達先飛起啦，然之後向前揮出鐮刀，咁大家睇睇個效果係點？佢仲有埋配音添。Honor 600 Pro 雖然只係用咗上代 Snapdragon 8 Elite 嘅處理器啦，但性能表現咧依然係好強勁嘅。叫準旗艦係完全冇問題，咁配合埋12GB RAM 同埋 512GB ROM， 咁安套跑分係去到300萬分噶啦，而 Geekbench 6嘅單核係去到2951分，多核去到9070分，咁 3D Mark 嘅分數咧亦都非常之好嘅 ，3D Game 應該係完全冇問題嘅。電池一向係 Honor 嘅強項啦，甚至可以話係領先其他有上1年嘅水平。咁今次 Honor 600 Pro 內建咗7000 mAh 嘅電池。咁一粒咁大嘅電池究竟有幾強大呢？又帶嚟幾多個續航呢？咁我依然用 PC Mark 配合 25% 光度，咁結果跑出嚟嘅驚人成績就係19個小時啦。咁真係一日一充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咁如果係輕用戶嘅話，估計用2日都冇問題添。而且係支援到80W 嘅有線快充，只需短時間就可以迅速咁回血啦。咁同時係支援50W 嘅無線快充，喺同價位手機入邊咧都極之罕見嘅。仲有一個最重要嘅係支援27W 嘅有線反向充電，外出嗰陣時緊急救忙下咧都係好好用嘅。為咗要做到更好嘅夜景鏡頭咧 ，Honor 絕對落咗苦功嘅。咁主鏡頭係同時支援 OIS 同埋 EIS 兩款防手震，咁防震等級係直接達到去 CIPA 6.5嘅。咁就連長焦鏡頭都支援埋咧 OIS 光學防震。咁至於 AI 夜拍嘅能力達到咩境界呢？600 Pro 嘅身上咧有一個快門鍵，喺日常拍攝咧係一個好幫手嚟嘅。比如呢種超低角度咧，依然可以一手解決，真係好方便。夜拍超清人像真係好強㗎，咁大家去睇下呢個現場環境究竟有幾黑啦，只係好微弱嘅光嘅啫，但拍出嚟嘅效果咧就非常之驚人，完全睇唔出喺咁低光下面拍攝出嚟嘅。而且即使咧唔加入 AI 嘅修圖，依然係好掂當嘅。咁有 AI 嘅話咧，細節仲會再增加啲啲。Honor 600 Pro 最長焦距可以達到120倍，數字上係非常之可觀嘅。
咁我哋睇真實嘅拍攝效果啦，先睇睇佢嘅超廣角表現。0.6 倍咧，1200萬像素，色彩表現其實好好嘅，咁還原度都好高，冇咩味精。呢個超廣角咧可以算係現時行業嘅頂流嚟㗎啦。1倍、2倍對比起0.6倍，雖然係唔同嘅 CMOS，但色彩方面咧冇明顯嘅突變嘅，可以見到咧 Honor 真係有用心機去調校過，而且整體表現咧基本上亦冇咩可以挑剔。然後嚟到 3.5 倍同埋7倍啦，已經進入咗呢個長焦鏡頭嘅部分，細節表現咧仲係好強。不過長焦嘅表現係點，要見真章就要睇更長嘅焦段啦。嚟到10倍同埋20倍，呢個清晰度咧真係冇嘢好講，超出我想象。咁一般長焦鏡頭咧嚟到30倍咧已經差唔多唔用得㗎，但係咧68 Pro 即使喺30倍依然有唔錯嘅表現。即使去到50倍咧，表現依然可圈可點。最後嚟到80倍同埋120倍啦，雖然有一定嘅模糊，但大概輪廓都係清楚嘅。Honor 68 Pro 嘅長焦表現咁強，完全係因為佢喺7倍嗰陣咧就會開啟到呢個 AI 修復㗎。咁我拎10倍、20倍同埋50倍嘅 AI 同原圖嘅對比，大家可以見到啦，喺20倍之後咧 AI 嘅介入係有巨大嘅幫助。人像方面咧有 Arc 嘅專業支持啦，1倍同埋1.5倍嘅人像咧係正常水平，膚色表現咧仲係比較紅潤少少，調色方面咧又偏向歐美風格。喺 3.5 倍嘅表現完全係展示出 Arc 專業人像嘅魅力，尤其是係去到7倍嘅人像啦，呢個味道真係完全啱晒我口味，所以我覺得咧 3.5 倍同7倍拍出嚟人像係最好嘅。68 Pro 嘅 AI 真係無處不在嘅，邊會諗到夜景入邊一樣有 AI 啊？喺夜景拍攝入邊咧 ，AI 將模糊咗嘅地方咧加入咗少量嘅修復，效果有一定嘅提升。68 Pro 嘅拍攝表現無論係日拍定夜拍，表現都係好平均，而且 AI 喺各方面咧嘅補償都係做得非常之唔錯嘅。雖然成個拍攝好似咧全靠 AI 支撐咁啦，但的確喺同級別入邊又有邊個做得比佢好呢？似乎真係冇喎。不得不說嘅就係68 Pro 嘅影片拍攝能力咧，似乎真係爭咁啲嘅。雖然咧穩定性好高，邊行樓梯邊錄咧依然都非常之穩定。最後總結一下啦 ，Honor 68 Pro 咧以中高階定位展現出越級嘅實力。佢嘅外觀雖然同 iPhone 有啲似啦，但係輕到咧得200 gram 嘅機身咧，握感係好舒適。咁6.75寸嘅 Mon 峰值亮度去到8000 nits 㗎，喺戶外係完全唔需要用手遮擋。性能上雖然採用咗上一代嘅旗艦處理器，但足以應對主流嘅遊戲㗎啦。最大賣點咧在於深度嘅 AI 整合同埋拍攝。AI 圖轉影片 2.0 咧玩法非常之有趣嘅。咁超清長焦喺7倍之後咧，亦會通過 AI 進行修復。50倍變焦咧依然係可圈可點嘅表現。7000mAh 嘅超大電池帶嚟咗接近20小時嘅續航，並且支援81個快充。不過手機錄製影片嘅能力就爭咁啲啲。總體而言呢一部係一款 AI 體驗同埋長焦拍攝越級挑戰嘅準旗艦手機。好啦，咁今次嘅 Honor 68 Pro 嘅 review 就呢度已經完結㗎啦。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嘅，可以留言問我。我係你嘅測試員 Sky。